幸福好滋味，随意好料理。哇，来，食饭的时间去到。有，所以噻，你今日是要做啥物啊？来看。哇，炒面吗？大面。大面。不过我甲你讲，我炒袂出我阿妈迄种面。安尼。我等于炒哦，迄面吼，真正是拢嘛有面，上面拢嘛有，炒起来就是歹食。当然啊，因为阿妈炒才有阿妈的味啊，你炒就是你的味啊。我的味就是歹食，所以我今日要来学你的味。啊不，来，我煮互你看我的迄个做。来，这肉丝吼，咱先来生者。赶快，这互你生了。是啥？豆油。豆油，来。我来。豆油啊，迄个一撮糖啊，胡椒粉、香油。好。来。胡椒粉。嘿。啊，搁啥？安尼有够无？加蒜不要紧。好，加蒜。嘿，来，好啊，迄个香油。香油。嘿，香油。直接。啊，一撮米酒。好。啊。香油嘛，安尼就好。嘿。安尼有够无？加蒜。搁加蒜。嘿。好。安尼。嘿，好啊，蒜米酒。讲一般吼，咱肉类的物件吼，你生。莫惊。唔是莫惊。哦。你做咧生，大概就是这几样，就是豆油、迄个香油。啊，胡椒、米酒，好，大部分就这几项安尼。我拄好买惊，就想讲，我敢会放伤济，安尼。袂，安尼有够无？好，来好，啊，你个笨笨的吼，来哦，咱会见啦吼，哦，咱传的这个虾啊，甲这个透抽哦，足新鲜。看起来，你看足青的。真正是足青的。一般哦，你若要摄入炒吼，因为海鲜的物件上惊啦，炒到伤老。对。老会顶去，我就是掠袂好，会润薄薄，对，啊起吼就是，啊无就伤焦，淀粉会走了了。来，我今日教大家一个方法吼，空鼎吼，莫淋油哦，咱有一点仔吼，用鼎落去熬的感觉。哦。莫下油哦。莫下油哦。莫下油，嘿，落去熬吼。哇塞，我头一摆看到安尼。你看。哦。空鼎莫下油好落去。啊，火是要偌大？火上大。上大哦。火大。哦。火大袂要紧。好，咱来一算哦，会使用这。哦，爱甲伊饲落就对。嘿，好饲这。哦，你看，打的吼，拢无下水，伊这本身的水分直直走出来哈。水分已经走出来。嘿，来。但是爱看讲伊安尼话偌久才是好的。无要熬熟哦，你个大火吼，浸落去熬，表面有安尼。有安尼切，安尼就嘿，无要熟，无要熬熟哦。哦，你片一下。足香的呢。一个味。对，迄个味就是敢若香桂。对，就是敢若香桂迄个味。对。来，啊，你等下你试看，你就知。虾嘛安尼做。同款虾，同款那都，同款那个虾的吼。哇。来啊吼，同款安尼哦。哎，这紧就熟啊呢。无要熟。咱就是，你敢就是爱迄芳开出来？对，就是迄海产的迄个芳开，这个做法吼，会增加咱海产的一个芳开以外，就是等于咱咧烫水的意思。哦，烫水的意思啦。用这个芳开了，这个海产就袂透出咯。哦，就是。哦，以前咱就是可以穿烫对不？对。但是今嘛是用煨的。来，你看，今嘛也无熟哦吼，啊个青的，但是你去看这表面。恰。你平看嘛，你平看就是有种咧。哦，足香的，敢若是。钓虾顶咧香的迄种香对，就是迄味。对，来，好，咱就是安尼。拢还未熟哦，安对，这个部分哦，先甲处理起来。咱这鼎也无炒的大不要紧，来咱油嘛。油伫遮。嘿，来。迄免洗吗？免。免洗。虾的迄个甲透抽的迄味弄伫遮。上青的味啦，对不？对，嘿，啊，咱咧葱啊，同款哦，这个葱啊白部分先落去。好。哦，啊，葱啊尾留咧尾啊，好看，加色吼。哇。好来。哇。好一鼎到底啦吼，已经欠芳啦吼，啊，咱来，这个香菇。打香菇丝好落去。这水敢爱倒掉？水唔免倒掉，迄等下留咧炒面足好诶。哦，香菇迄香味出来啦哈。来，你高丽菜。香菇敢爱炒甲薄薄？免先薄，迄芳开有出来着。好。有欠芳着着。去边哈。对。啊，现在来开始这高丽菜落去哈，好小炒者香味出来哈，来。香菇水，咱拄只吼，伊下底你浸过有个垃圾，对，咱会上下底吼，迄面倒啊完啊。哦，莫倒完就对啊。哦，有一寡垃圾啊伫遐无？嘿。哦，咱倒了莫滴咯。
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对我拢甲你倒落去的。来，啊来肉丝来吼，来看即马边啊，肉丝边啊，我一看啊，好，全部落去吗？肉丝全部来，好，来。来，吼，点边个回飞，哎，烤这边边吼，有炒过，迄味无啥共。哦，原来是都是咸汁味啦。嘿，咸汁味，真正是咸汁味。哎，这真正是撇步呢。真正是撇步。我应该是足侪人拢是拉落去了后，就是全部拢拉安尼。对。然后迄味解出来无出来，对无？原来是安尼。给你好炒来。啊，这要切无？切爱来啊，爱切。啊无遮大地，敢若3个人会当食呢。来。好来，然后炒点起来了哈。迄水嘛出来。嘿，点起来有无？这是啥？下刷水。哦。下刷烧水。炒面吼，嘛是爱有一撮水，因为咱在料较多吼。才袂伤干哦。啊，有一撮水，伊这面吼，等下落去输水嘛。哦。伊这规个迄个。刚刚好。对，伊迄个面这输入去。啊，迄水一定要用烧水吗？烧水较紧啊。哦。嘿。莫你遐滚对无？对咱食个烧水吼，其实来我互你一个工课。好。因为你外口买一般买油面吼。伊为着无爱互伊黏做伙，所以伊油面撒起来吼，一定要拌足侪油，你看表面油金嘛，所以用一个烧水甲冲者，爱足济无？拢甲倒落来，甲冲的，较袂遐尼油。啊，芒果撒的哦，你撒过了后吼，伊等下面，你来用水落撒吼，会伤软。伤软，啊伊水分已经速饱了吼。等下咱在料的味吼，食袂落去。哦，迄食袂，哦，我知。对，来啊你甲倒一撮豆油落去咱的面内底。豆油？嘿，豆油。偌济？不，这内边。来，安有够无？过来一撮。好，来啊！我一般咧炒吼，我的豆油吼，我会搁淋撮盐啦。哦，盐。来。因为吼较袂遐尼乌啦。哦。嘿，你要全部烤迄个豆油的咸吼，伊会色水会伤乌。啊来，这个时阵吼，佮夹一个汤匙来试一咸咸的。来。啊你袂当你要夹一个，你做来试看嘛。好。有咸。有咸安尼吼，但是我感觉会使搁加一撮，我咧搁掺一撮蚝油还是豆油膏。这个味足丰富的呢。足饱甜啦。对。啥物味都有。毋是迄单薄迄种咸咸的感觉。对，啥物味拢有。咱面当落啊，拄一个水芒落吼。哦。水甲好掉。所以拄啊，迄水安尼淋落去了，毋免辣辣的。好浸着你看。哦。迄个。足油的呢。对，烧水你看这。油润润安尼。对，快甲水掉。面本来就是熟还是？这本来就熟的。哦。所以咱个炒好有倒。好，差不多了吼，已经头7、8分倒了吼，弄软了吼。嘿。安尼来料弄落来。来。虾啊，头条。哇。来，好来。大地。啊，葱啊。嘿。啊，蒜头。你感觉奇怪？这后壁咧放哦。无，蒜头无要欠芳，上尾才放，迄个味是无共，甲欠芳是毋是无共？真的，我知。对，嘿，因为咱的拄只欠芳已经有用葱啊、香菇，已经有够芳了，所以毋免搁蒜头的味。来啊，这个时阵就是胡椒粉。好，来。啊，乌醋。啊，辣椒。全部吗？嘿，全部落啊，蒜头啊，落来。好。全部落来。哇！哦，这真正就无共。你毋捌可能炒面是蒜头上尾再炒的？头一摆看到。无，这是你等下食看卖，伊就是要，我就是要。看起来真正足好食。我就是要有迄种海鲜蛋，啊，咱咧食迄个路边摊迄种大肠面线，吼，迄种尾要搁掺。这真正等下试看卖呢。试看卖。哇！这青烟闻到，迄足香的，迄咸的味对无？嘿，咸的味，还佫闻到迄海鲜味，还佫迄乌醋味，乌贵。迄真的味足济，拢是海沙味。嘴软讲要流落来，哇！安尼 OK 无？简单无？
简单，海参炒面，炒大面啦。炒大面。哇，紧来紧来，趁小食，趁小食。